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。明天了，你要干嘛？我问你是不是拿的？我不小心的，但不关你的事，是吧？我死定了！你看你他妈的放！好点了吗？你都看到了，林天乐竟然打我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更不用替林天乐说。我已经让律师去准备材料，我让他坐牢，谁也别想救他，你也别想救他。莫哲，你够了，别说了！我要让他坐牢。你在考虑？不让他坐牢！你走吧。莫哲，我是代表林家来跟你道个歉，啊。我知道这件事你挺生气的，天乐这件事做的不对，我批评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替他跟你道个歉来了。莫哲，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，能不能互相忍让一下？把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了。你呢？你开一笔数目，我们给你一笔赔偿金，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，行吗？让这件事过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让林天乐去坐牢。莫哲，你可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天乐不能坐牢，林家的企业还等着他呢。他如果坐牢了，公司就没人管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林天乐居然让一个大肚子来给他求情，我对他很失望。不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莫哲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，咱们能妥善的解决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累了，你们走吧。阿姨，你要干嘛呀？莫哲，这是一个孕妇，又是你的长辈，你忍心吗？阿姨，你快起来！别管我。莫哲，
求你了，你放过林天乐吧。天乐真的不能坐牢，我们林家上下700号人都在等着他呢。天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我替林家大小跟你道个歉。如果你还不满意，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你起来吧。阿姨，快起来呀！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一定让林天乐坐牢，这是我跟他的事儿。阿姨，快起来吧，地上凉，您快起来吧。阿姨，墨者这边死也不松口，一定要让你负刑事责任。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，甚至张阿姨她……我们都想尽办法了，软的硬的都不行。看来他还是不愿意放过你。唉，你说现在的情况真是挺难弄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会继续想办法的。你们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任，照顾好自己，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。墨者的脾气我很清楚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兰妮，我知道这个挺难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想想办法去劝劝墨者，因为他现在最听你的话了。天乐不能坐牢，你说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上上下下的都离不开天乐。哎呀，抛开这些不说，咱们想想天乐，你说他这么年轻，一旦要是进了牢里，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所以咱们真的是想办法要把天乐给救出来，你再好好去劝劝墨者去。我会尽力去试试的。给你熬了点粥，还挺香的。那个，你能喂我一下吗？我这不太方便，实在。挺好吃的。墨者，妮妮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只是想问你，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不是我，是林天乐，你会怎么想怎么做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你到底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他？为什么你为他做那么多？天乐是因为看到我的伤，所以才误会你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都应该怪我。墨者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，
这次就放过天乐吧。如果林天乐是个男人，他就应该承担责任。别再劝我了，只会让我更愤怒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你嫁给我。我爱你，妮妮，我真的爱你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。没什么会觉得遗憾，眼泪笑了的瞬间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妮妮，你今天真美。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就正式结婚了，很开心吗？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好！我们这次请来的嘉宾是林氏企业的负责人林天乐先生。他近日代表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建筑亚宁项目的竞标之中，一举击败了其他47个国家的竞争对手，顺利中标。那为中国的公司赢得了巨大的荣誉。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成功的感言。你好，林先生。那我知道您的父亲啊，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不知道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茂华，他现在还没有醒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病情很稳定。一醒过来之后，看看天乐。醒来健健康康的。天乐现在那我们在此也衷心的祝福您的父亲。我听说您之前啊经营了一家自行车店，那后来怎么会想着回林氏公司呢？啊，那不是因为我爸病了吗？所以没人管公司了，必须得回去，不回去的话公司就垮掉了。至于自行车店，当时是为了好玩，自由，没人管，当然了，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。后来知道我爸爸生病了，我才知道家庭的责任有多么的重要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给你形容。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靠自身能力来掌控的。除了我爸爸病倒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好兄弟，他脑子里长了个瘤，做了一次手术，差点把命送掉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也想祝他早日康复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送他进手术台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他的女儿才这么高，我从他女儿身上读到了一种坚持，一种勇气，甚至是一种责任。所以我想说，想天了不？问我为什么会回到想林氏公司去，看看他是不是又笑了？能源于这份责任吧。是。天乐帅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再过一段时间。这次的创意源于一个女孩，
一个女孩啊？对，她是一个钻石设计师。我曾经答应她，带她去看地球上最美的星空，但是我想，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。好吧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女孩呢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。她没什么特别的，很普通，爱笑，单纯，但是她很伟大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一直欠她一个道歉。我也知道，其实对不起这3个字对于她来说，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她现在所承受的一切。但是我想真心的跟她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也希望她能够原谅我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能让我回到过去，我现在愿意拿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这件事情。我想回到那个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想告诉她，我不会再离开你，我爱你。天空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保持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，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，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，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。
你呢，就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，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 A 梦。今天穿上这身衣服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喜欢你。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，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把那个2号图纸给我送进来。兰妮，你最近状态不错呀，咱们公司一半的合同都是由你设计完成的。哎，老总说到时候升你为设计总监呢。今天大家一块晚上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喝点酒，然后要不要去啊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我想多休息一下。你们去好好玩。啊，是不是又有约会了呀？真的是，唉，累了，想多休息一下。啊，行，那先忙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呀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看。不许你再流浪，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，墨镜也别戴上，看看我给你的晴朗。也许明天的路很长，未知的旅程有
接着办，朝着未来一路前往。爱是个魔法师，不停换着方式，把你名字变成心里的钻石。爱是个魔法师，你们怎么都来了呀？让每一刻都停止。不许你再流浪，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。上看看我给你的晴朗，也许明天的路很长，愿意嫁给哆啦 A 梦吗？至少还有我俩牵着手接着办。谁呀你？我就是送戒指的。谁让你送的？我让他送的。你谁啊你？我也是送戒指的。把手给我呗，别不好意思了。嫁给我呗。假的，我不要。真的好吗？每一颗都是真的。嫁给我呗。我不要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你看，群众的强烈要求也不好反对啊。哎，站好！哎，1、